承蒙康寶萊總裁謝美美嘅盛情邀請，今晚我哋唐人街華仔團隊第一次嚟到法拉盛君豪大酒樓，為大家帶嚟康寶萊46週年慶典嘅精彩嘅晚會報導。全球領先嘅營養健康企業康寶萊今晚喺君豪大酒樓隆重舉辦46週年慶典，嚟自各界嘅嘉賓、社區領袖、忠實客戶以及健康教練等300多人齊聚一堂，共同見證呢個輝煌時刻，分享康寶萊喺全球健康事業上嘅卓越成就。晚上7點鐘，活動喺一場精彩嘅醒獅採青儀式中隆重揭開序幕。主持人董濤老師以熱情洋溢嘅開場介紹，瞬間點燃全場氣氛，為晚會精彩嘅篇章正式揭開序幕。今天的晚會有3個關鍵詞：第一，健康；第二，自信；第三，就是感恩。康寶萊總裁謝美美喺致辭中表示，康寶萊係世界領先嘅營養代餐公司，一直致力推廣科學、積極嘅生活方式，幫助全球消費者實現更健康、更有活力嘅人生。康寶萊業務已經遍及90多個國家同地區，一直專注於提供高品質嘅營養產品，涵蓋均衡營養、體重管理、運動營養同健康養生等。佢強調，公司喺未來2年將加快發展步伐，進一步擴展至全美50州甚至全球更廣泛嘅市場。隨後，州市級民選官員代表同嘉賓代表紛紛上台致辭，向康寶萊送上週年慶祝福，並肯定佢哋長期以嚟對社區發展所作出嘅貢獻。佢哋讚揚康寶萊喺推廣健康生活方式、支持公益事業方面嘅努力，並向公司頒發嘉獎狀。跟接住，康寶萊代表回顧咗公司46年嚟嘅發展歷程。佢哋表示，喺過去2年間，康寶萊積極支持社區建設，累計贊助超過100場公益活動，積極參與華人健康日、慈善捐款及花車活動等，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推動社區發展。今晚嘅文娛活動精彩紛呈，除咗刺激又緊張嘅抽獎環節，仲有多元化嘅表演節目，包括歌舞表演、時裝秀、旗袍走秀同書法藝術展示，為嘉賓帶嚟一場視覺與文化嘅盛宴。值得一提嘅係，今晚晚會其中一個最耀眼嘅亮點，就係由康寶萊總裁謝美美親自帶領嘅一場別開生面嘅時裝模特走秀。參與者都係康寶萊嘅忠實客戶，喺康寶萊嘅營養調理同健康管理下，煥發出前所未有嘅自信同風采。
本次盛典上，皇后畫院院長劉比華傾力創作，並現場展示佢獨特嘅太極劍不揮舞表演。劉院長聯同梁坤甸舞蹈學校梁校長，為觀眾帶嚟一場融合書畫與武術美學嘅視覺盛宴。此外，劉比華老師更慷慨捐贈其美國專利流彩油畫作品《天連水來水連天》，畫作將用於慈善拍賣，並將所有善款全數捐贈予康寶萊四海一家基金會。本次慶典另一大亮點係康寶萊近期贊助嘅中國情歌王子黃國權演唱會取得圓滿成功，而佢本人都親臨現場，為嘉賓傾情獻唱。佢用深情動人嘅歌聲演繹經典曲目，為觀眾帶嚟咗一場精彩絕倫嘅視聽盛宴，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當晚活動氣氛熱烈，高潮迭起，精彩紛呈嘅文藝表演輪番上演，令觀眾目不暇接，現場掌聲雷動，歡呼聲此起彼落，洋溢着歡樂同激情。今晚康寶萊46週年慶典嘅主題係活出精彩人生，而且今日又係國際38婦女節。華仔想同大家分享今集嘅主人翁謝美美嘅勵志故事。年幼時，謝美美因一次意外令到左手終身殘疾，令佢陷入自卑同封閉。18歲嗰年，謝美美與康寶萊結緣，開始咗新嘅人生篇章。通過科學嘅營養管理同積極社群嘅支持，謝美美重新找回自信，立志幫助更多因身體或者心靈創傷而迷失嘅人。由陰影到自信嘅蛻變，謝美美嘅故事證明咗，就算生活曾經破碎，依然可以通過堅持同信念創造出光輝嘅未來。今日佢唔單止掌控住自己嘅命運，更用自己嘅故事激勵住他人。只要心中有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活出精彩人生。女中豪傑謝美美帶領康寶萊走向輝煌。幫我一生，要我有勇氣做我自己。